继续来看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，最近是咧拼100万人数。不过，士林地检署日前才也未呈报，讲湘北地区有连署站涉嫌开钱，甲几啊间的饭店买购资来冲连署的数目。涉嫌买连署书的主嫌已经向成亚禁见，有6个人来交保。郭台铭办公室嘛紧急来回应，讲官方的连署站无传出着违法，将会配合检警雷侦办。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面前有关声势表连署，即马说向压了讲，连署站敢若开钱买个人资料。我后背后有民意，我的民意不是我民意不是调查出来，民意是你们一个一个填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身份证不好拿哦。大声感谢选民的支持，进前咧大声宣布参选总统门票已经摕过手。不过，士林地检署指挥台北市刑大和调查局分别找伫咧湘北地区连续民众，因为检方接到证书，双方地区有真侪间饭店业者甲人客身份证影本，用一张400介绍卖予中人，或者是连署站，落尾姓姓的主嫌涉嫌买连署书，却压起来检见。姓陈的被告300万交保，其他5人分别1万块到10万块交保。 我们官方的联署站点其实都在稳健的进行中，那也没有任何的违法情事。那至于地方传出这样子的违法嫌疑，那我们也是配合司法单位来侦办。郭台铭办公室强调，连署绝对袂当有金钱对价关系。不过，进前新北县新保镇大会主席王正基嘛，去调查出敢若提供第人400块奖金，爱民众摕过当连署去压起来，争议是800项，嘛，互这场选举加增一变数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